美國減息0.25厘，香港大型銀行好似匯豐同中銀等，亦即時調低港元最優惠利率，即係減 P， 減幅0.125厘，最優惠利率下調至5厘，新息率10月31號起生效。喺下調最優惠利率之後，最新供樓按揭息率亦都將回落至3.25厘，係2022年11月之後接近3年新低。若果以每100萬貸款額以30年期計算，每月可以供少68蚊；而以500萬貸款額嚟計，供樓開支可以慳多344蚊，每月供款大約21,761蚊。另外一提，新一輪減息週期，香港銀行已經累計減息5次，合共0.875厘，意味住最優惠利率已經回復至加息週期前嘅水平。同樣用100萬貸款額以30年期計算，每月供款由減息週期前嘅4,847蚊，減至最新嘅4,353蚊，累計每月少供494蚊，減幅達1成。至於前景方面，美國同時決定喺12月停止縮表，有助維持市場資金流動性。而依家市場上大多數仍然預期美國喺12月仲會再減息一次，今年美國減息幅度累計可能達0.75厘，換言之，供樓人士負擔有望進一步減輕。